大家好，今日我哋嚟到將軍澳廣場嘅桂花小行食午餐。話畀你知點樣去，同埋呢間餐廳有咩好食啊？揾路好簡單嘅，首先由將軍澳地鐵站 C 出口出嚟，轉右行幾步就會見到扶手電梯，上去之後再轉右就會見到 Popcorn 嘅招牌。沿路直行一陣，就會到咗將軍澳廣場。之後向右行，轉個彎，桂花小行就喺你面前啦。呢間餐廳主打正宗台灣菜，環境好優雅，裝潢滿台灣嘅風情。餐廳嘅牆身用揭紅色嘅磚頭砌成，帶啲復古味，似足行入台灣老街嘅時光隧道。牆上掛滿唔同嘅相框，精心挑選嘅畫作與相片交織出豐富嘅視覺層次。餐廳一角仲有3個好特別嘅5角形展示櫃，靈感似嚟自屋型嘅輪廓。上面係三角形，下面係正方形。櫃上放咗啲精選嘅書，同綠油油嘅盆栽，仲有啲靚靚嘅裝飾品。文藝同自然嘅氣氛好搭，令人覺得好舒服。講返啲食物，呢度嘅台灣菜款式好多，揀到眼花繚亂。主菜有滷肉飯、湯麵等等，仲可以加配一款小食同飲品。價錢大約50至80蚊，超抵。今次我哋試咗3款主菜。第一個主菜係紅燒牛肉麵，麵條彈牙有嚼勁，湯底牛肉香氣撲鼻，超濃郁。牛肉雖然有啲韌，但味道好正，食完真係回味無窮。配菜係滷水豆腐，滷水味好香濃，但仲保留住豆腐嘅清淡同微甜，超 match。第二個主菜係滷水蛋滷肉飯，滷肉軟腍腍，醬汁香甜梅甘，滷水蛋彈潤入味，啖啖滿足。配菜係熱辣辣嘅地瓜薯條，帶點焦香，甜甜地又好食，絕對係亮點。第三個主菜係鹽酥雞扒滷肉飯。鹽酥雞扒香脆唔油膩，雞肉多汁，咬落去真係好爽。配菜係椒鹽花枝丸，彈牙又夠嚼勁，食到停唔到口啊！飲品方面，你可以加8蚊或者15蚊升級其他飲品，或者揀主菜單嘅飲品，配餐仲平5蚊。今次我哋試咗山茶花烏龍奶茶，原價24蚊，配餐後減咗5蚊。雖然加少少錢，但真心值得。山茶花同烏龍茶香氣 mix 得好好。
奶香又滑，飲落去甘醇又順口，超回味啊！另一款係桂圓濃燴菊花茶，更加係必試。清新甜潤，桂圓好香濃，濃燴爽滑有咬口，飲完真係好滿足又舒心。總括嚟講，3個套餐加埋係258蚊。如果唔加烏龍奶茶，改用15蚊嘅飲品，總共得254蚊，平均一個餐唔使85蚊，真心抵食。因此，我誠意推介俾大家，下次一定要嚟試下啦！